從大劉同黃詠如互罵喺上週爆發之後，純官已經離開香港去咗大陸公幹，但佢仍然非常關心事態嘅發展，每日打返嚟香港向啲好友查詢最新嘅消息。而純官特別聽到有關幕後黑手嘅言論就甚為扯火。大劉同埋同叔廿幾30年嘅交情曾經面臨決裂嘅危機。鄭裕同劉鑾雄喺年齡上雖然相差廿幾載，但就非常之老友，兩個就會經常結伴去打 golf， 仲經常會結伴出席酒會派對同埋參加富豪旅行團。好似2000年啦，同叔同大劉就曾經租借何鴻燊嘅私人飛機，結伴前遊東京旅行，日日坐地兼 shopping。同行仲有社交名媛李洪子晴嘅。其後同叔投資嘅英國倫敦萬麗酒店開幕，大劉又同李兆基、趙世光、何國柱等人親自前往剪彩祝賀。後來楊受成嘅細佬楊海成嘅新居入伙，大班富豪出席楊所擺嘅入伙酒，出席嘅富豪有鄭裕同、劉鑾雄兄弟、林建樂、何超瓊、明家福、張松橋等一眾富豪喺楊家就午宴，大劉同叔就冇再面阻阻，同叔只喺席間叫大劉唔好再蝦黃詠如呢個細路女啊。午飯之後，大劉就一度翻返去華智嘅辦公室。到晚上再去洋宅同叔等人坐大碟，大劉同叔抹面一事算係暫時平息啦。但始終今次大劉同埋黃詠如嘅爆料風波，顯然牽涉到鄭裕同兩父子。雖然同叔大劉就老友鬼鬼，同叔最終都嬲大劉唔落，原諒咗佢，但純官就唔係咁話啦。在公在私，純官同大劉其實都一直存有芥蒂。劉鑾雄雖然較鄭家純細3歲，但因為一直同叔做生意，所以淨係視純官為後輩。由於大劉喺80年代起已經中環股壇，成功收購咗華智，追擊中梅，爭奪嘉道理家族等大酒店，令佢成功躋身華資大孖沙嘅行列。89年先正式接新世界棒嘅鄭家純，亦都希望仿效大劉，希望透過南征北討四處收購，包括以5.4億追擊永安集團，同埋42億收購美國華美達酒店集團等，都係以失敗或者經營麻麻而告終。但南征北討就令到新世界嘅負債喺1年之內激增至80-90億。同叔就被逼重出江湖。大劉雖然年紀比純官細，但做生意資歷深厚，喺純官面前成一副細叔伯嘅樣。對於股壇屢屢受挫嘅純官，面對比自己年紀細，而且喺股壇戰無不勝嘅大劉，心中的確有些不是味兒。98